乡亲到早，欢迎收看今仔日2月15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新闻一开始，咱来关心一只中国籍的快艇，伫昨下晡点外遭过界到金门海域掠鱼，互咱的海巡长着要求检查，也毋过对方拒绝竞选，结果拽兵船员跋落海，咱海巡有救起来4个人，结果有2个人不幸过往，这是引起中国各大办不满。也毋过咱的海巡是强调讲，是对方先走过界，佮拒绝检查，即马已经报复检方侦办。一只中国籍的船伫海面变船，海巡人员伫现场拯救落落水的4个中国籍的船员。海巡署提到，海巡队14下晡点外，伫金门北平东0.5里的海域进行巡逻勤务的时阵，发现一只中国籍的船外界掠鱼，因为这是禁止水域线内，海巡马上进行驱离作业。过程中，对方捕检抓行变船，4船员无涉及落水海。就是来越界捕鱼，他们这几天因为海象好。所以在我们富国敦海域啊，在布放有刺网，我们渔民也非常困扰啊，也有几次的报案。4个人拢互海巡救起来，其中2人性命现象稳定，另外2人紧急送往为福部金门病院抢救了后不治。中国国台办表示强烈谴责，讲出台这船只是一只福建渔船，要求台湾马上查明，批评台湾当局用粗残甲危险的方式对待中国渔民，是致使这恶性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海巡署发声明指出，中国船越界掠鱼拒检，一切依法救办，已经报请金门地检署检察官上严格调查。记者综合报道。伊那富国岛旅游团红放婚照，旅客已经分3批返来咱台湾。承办的年代旅游总经理林大军伫昨暗有出面向受影响的旅客回信咧。伊嘛发表声明，表示会主动对越南旅行社提出告诉。也毋过即马年代旅游嘛爱面对观光署甲品保协会调查。春节年假结束，昨有613个旅客分做3座班机为越南富国岛登台湾，这座旅程员工是坎坎坷坷。我们第3天原本是预计要去动物园，然后变成是说最后我们也没有游览车，我们是自己搭计程车从我们原本第1间饭店到第2间饭店。其实蛮错愕的，就觉得说我都付了钱，团费都已经给了，那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也不知道到底能得到多少的补偿。富国岛的5天4暝旅游，结果被骗伫遐无人惨。相关事件滚价，当地媒体也拢咧报道。越南青年报阁指出，当地主管单位健康省旅游局派检查小组去调查清楚，搁要看旅行社合约。年代旅游总经理林大军14暗时出面鞠躬，向受害旅客回信咧。他们在越南所受到的委屈，也再次向所有团员致歉。年代旅游列出7点声明，目标指向越南的旅行社，佮讲要主动提告，佮请外交部越南办事处讨回旅客权益。不过年代佮互旅客指控旅游客约闹交，林大军回应，客约拢是照观光署规定的文字的档案来修改。观光署已经请品保协会成立专案小组，为今开始接受旅客申诉，希望因赶紧解决这个争议的事件。它之间的任何行为其实都不应该影响到旅客本身的整个旅游行程。所以我们对的对象是对我们的年代旅游，也就是美嘉国际旅行社。我们昨天有去行政调查，那越南那边他调查的对象是地接生，所以这2件事情是分开的。由香港业者别康进一个年代旅游合作，也互因拖欠款项。年代旅游争议连环压出，林大军承认公司的营运受到真大冲击。记者综合报道。同齐来关心天气，年假休煞，今仔日上班日，各地拢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咱同齐来看云图。今仔除了东北部、恒春半岛、北部山区会落地渐雨，其他所在拢是好天。也毋过下晡开始有锋面瓦紧，一寡所在会落阵雨。北暗仔锋面通过，加上东北季风增强，北部、东北部拢会明显转凉，雨水嘛变较高。温度的方面，日时高温有25度至29度，也毋过暗时就降到剩17度至20度。尤其伫西半部温差会真大。到拜6礼拜，北台湾的天气才变较稳定，也毋过早暗共款较凉，乡亲就要套衫。
春天到位啊！台中的福寿山农场开放民众参观，现场的樱花是开甲水当当。另外，玉山进前因为寒流有落雪，山头即马抑阁积雪，嘛请真侪游客去看雪。树基顶悬粉红色的樱花大开，规个山谷之间拢充满浪漫的氛围。台中福寿山农场的千樱园，选择咧2月14号情人节这一天开园，吸引真侪民众来行村赏花。好漂亮，希望希望朋友们来。后面的很漂亮哦。我们今天抢头香。福寿山农场为2005年开始，种无共品种的樱花。2月中旬先大开的是粉红色的石河樱加富士樱。到了3月中旬，由白色的樱花接力，农场还阁制作樱园卡，设置祈愿墙，非常的应景。福寿山农场配合情人节，在今天浪漫开园。目前粉色系列的樱花已经开了3到4成，预测在下周可以达到最盛开的情况。玉山山头靠白色砍掉的，那亲像是已经过身的知名画家陈澄波作品《玉山即色景色》。农历春节的期间，寒流来袭，东亚上悬的玉山落雪，游客甲猎命爱好者拢来到台21线好望角遮雕像，很漂亮，值得来欣赏。主峰积雪有10公分，我们在台21线139.5这附近那个好望角呢，可以欣赏到玉山群峰的一个雪景。生态联盟达人苏家宏表示，当地13号开始天气转好，能见度提悬，真适合来远看玉山。尤其日头要落山的时阵，更较美丽。不过提醒台21线袂当临停车辆，民众看风景的时阵，同时也要注意安全。记者台中嘉义报道。嘉乡亲同齐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根据医师工会专联会统计，咱国内医生平均的年岁是51岁，只有急诊的专科医师较少岁，平均是44岁。若妇产科的医生平均有56岁，上届资深。另外，咱国内超过100岁以上的医生，目前也有10个。来看自由时报，恒春半岛最近清在传出沙坡仔车乌白乱骑，骑入去无开放的所在，有一个查甫人骑沙坡仔车骑去山脚。无细二转并车摔甲重伤，送病院不幸过往。即马警方就呼吁讲，唔好讲袂听，违规骑沙坡车。来看中国时报，正月初5，台北的西门町是发生枪战，那亲像是帮派起冤家伫台北捷运的西门町站开枪，造成4个人着枪有着伤，加在是无生命危险。警方即马有掠着3个嫌犯，嘛敲出1支枪，嫌犯已经向移送法办，嘛继续咧掠其他的共犯。另外，苗栗宫田宫白沙屯马进香活动，苗方是表示，伫新历的2月16日，明仔载会当开始开放报名。因过即阵是传出有诈骗集团，诈骗集团讲加钱就当代替民众报名，致使侪人拢互骗去。即马苗方和警方拢提醒信众要爱细致。另外，伫台中是有负人人透过网络咧谈恋爱，结果去拄到爱情的骗子，哄骗真千万。新春年假期间，香客真侪，苗栗通宵白沙屯宫田宫步行进香，16就要开始受理报名。不过，稍后苗方发现有不少人士伫网络上讲，会当代为报名，也阁加收手续费，完全是诈骗。有一些跟你讲网络报名还是线上报名，这个我们都不做这种服务，所以说小心每一年都有这个情形发生，小心上当。实际来到宫田宫柜台，苗方出示报名表，表示进香活动一直是用现场报名方式。信众成功报名了后，就会当领帽啊、面巾、架等标准配备。因为白沙屯妈祖步行进香，去年有超过11万人次报名，今年有计也阁会破纪录。苗栗警方特别呼吁千万唔通听信社群网络谣言，以免哄骗。如信众无法到场报名，一定要请熟识的亲友到场代为报名。切勿在社群网站上请网友代为报名，以免遭诈骗。网络欺骗的也有台中一位市长的负责人，小蔡家己讲是南苏丹战地医生，协助准备向联合国申请退休，到时阵会将大笔退休金利用包括方式寄来台湾，前后7摆以对方要求汇款8000万。警方协助组专案小组追查出45岁姓罗的女子为首的诈欺集团，声称收到巨额退休金后，会将退休金寄送给被害人，并以此为借口，陆续骗取被害人汇款海运费，
反恐证明、索赔证明、医药费等金额，随后又诈骗被害人担任人头户以及面交车手，诈骗行径相当恶劣。警方逮捕7名诈欺集团成员，谢老祖嫌本身也就是命理师，另外兼做飞机杯背商协助集团洗钱赚暴利。后手警方以涉嫌诈欺洗钱罪嫌，将专案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过年期间，民众拢会饲手气去买彩券，不过却传出大彩的大乐透出错，日期一唔对去。大彩有出面回示的，讲是系统的设定出错误，宣布讲卖出去的彩券2个日期拢通对，所以会当对2届。敬送大奖哦，谢谢。新正期间想要加赚一个红包，买公益彩券的人客是加滚，个人大出手买1000张彩券，要来试手气。不过第18期的大乐透昨日却大突错，第13下晡4点35分，下早红牌停止买卖。大彩发声明核实的，解说因为系统时间设唔对，第数13暗头4点35分到暗时8点之间，民众买到是过灯港14第19期的大乐透，为着无影响人客的权益，大彩嘛公告只要是伫这个时段买乐透的民众，2天的号码拢会使兑奖，假使这2天拢有钓到号码，看倒一天钓奖的金额较悬。若13钓奖，爱摕彩券去金融机构验证领奖，那就是着照正常程序。采取中大奖那一张来兑奖，那这样就 OK， 符合民意的需要。不错，提高中奖几率，增加那个买气跟公益价值吧。大彩快速公布补救措施，业者甲大多数的民众拢感觉会当接受，希望袂破坏新正的好彩头，嘛袂破坏消费者买彩券的心情。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印尼伫昨昏进行总统大选，现任的国防部长普拉博沃家己宣布伊当选。根据一份非官方的计票统计，伊的得票率大约是58%。每一开票都是领先的优势，包含参考各方统计，拢有过印尼总统候选人普拉博沃一个真歹挑战的对手。根据4间独立民调机构的非官方快速算票结果，72岁前特种部队司令普拉博沃得票率是前雅加达省长阿尼森2倍外。这是印尼总统大选投票了后的暗暝，普拉博沃伫雅加达的 KGB 国家体育场庆祝晚会，家己宣布当选。Yang memang Paslon Prabowo Gibran menang sekali putaran untuk seluruh rakyat Indonesia。普拉博沃是甲副手总统佐科威大汉后生吉布兰会合，专家分析佐科威效应是普拉博沃得到支持的主要原因。佐科威2014年用平民的姿态当选总统，经过将近10年执政甲布局，建立政治王朝。伫今年下任进程优待亲人下世。Ini kali pertama dalam sejarah Indonesia seorang presiden yang sedang menjabat memiliki kerabat yang memenangkan pemilu presiden。普拉博沃捌前独裁总统苏哈托统治期间做将军，迄时阵指挥一支特种部队涉嫌虐待甲绑票，伊本人强烈否认相关的指控。一摆投入总统大选，将家己的形象为脾气火爆的民族主义者甲恶名昭彰的军系强硬派性格转变成做鼓水爱鸟的阿公。伫印尼将近2.05亿有超过一半年岁伫40岁以下选民当中，伫社会媒体吸引真侪少年人支持。不过，分析家认为，这是佐科威点点的支持，依照今仔日会帮助特别上届佐科威保持伊的政治影响力，各种建设现代化，甲实现将印尼打造成做电动车中心的愿望。公视新闻王文玲报道。也那美国的众议院是表决通过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的弹劾案，这是美国105年来头一届。共和党的人士即马是指控讲，这个部长无做好移民政策，造成边境无安全。不过，这个案还佫经过参议院同意才准算。On this vote, the yeas are 214 and the nays are 213. The resolution is adopted. 美国众议院13以1票之差表决通过弹劾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是美国将近150年来头一个被弹劾的部长。根据美国宪法，弹劾一官员犯重罪也是经过开除的头一步。这个弹劾案是共和党的强硬派所主导，因指控马约卡斯无好好执行移民政策，互真侪移民按美墨边境走入来，造成安全问题。
马友卡斯认为这指控拢无根据。Democrats and legal experts have said that this is essentially a policy dispute between Democrats and Republicans, and that impeachment is not justified in this type of a situation. 民主党拜登总统上任了啊，想要放零移民政策，却一直无法度有效处理边境非法移民的问题，引起民众不满。嘛有移民政策将做今年美国大选两党竞争的议题。目前众议院是共和党控制，这摆表决推翻顶礼拜同款是一票之差未当通过的弹劾案。虽然弹劾案通过，不过这个案议员需要参议院至少2/3的议员表决同意，才算过关。That would mean that all Republican senators, as well as some Democratic senators, would have to vote to convict the secretary. And some Republican senators have been cool to the idea of impeachment. 另外，因为着癌甲膀胱问题，经过住院治疗的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已经第13出院。美国国防部表示，奥斯汀会伫去年休困一段时间，以远端的方式执行职务。预计这礼拜看完时会当转来五角大楼工作。公视新闻杨岩编译。古巴是社会主义国家，民生物资亲像米、鸡卵这拢是透过配给的。即马为着要解决欠物资的问题，古巴政府已经有放量讲外资买当进入批发市场甲零售市场。伫苏内当地私人的干妈店是愈开愈侪间，也毋过卖面的买物件价销嘛加较贵。这间本来是私人徛价的车库，即马改做杂货仔店。头前这条路人真多，生意也算袂歹，因为物资真欠。古巴政府宣布，即马准外资过来做批发甲零售无hiệu。目前，古巴已经批准9000间企业，包括做衫工厂、渔业甲建设公司，验过这种杂货仔店上市。虽然杂货仔店看起来真简单。验过内面的物件无咧俗，像一个月收入差不多7000古巴比索，大概是代表9268块的医生或者是老师，也会感觉杂货店的价销真贵。像1公斤对一个来的牛奶粉要2000古巴比索，差不多代表2649。一罐西班牙的美乃滋127块代表2公斤半，自美国进口的鸡巴254块代表。其他亲像巧克力酱159块，西班牙有气的酒是要190块代表。Las MIPYME son muy caras, excesivamente caras para el cubano promedio, no alcanza. Pero nos ha ayudado a resolver algunas cosas, a encontrar algunos productos que no están en ninguna otra parte. Desgraciadamente hay que caer ahí por el arroz, por el azúcar, por muchos por. 专家讲，古巴的零售市场有限。几多10年来，共产主义国家用公平分配方式切断大部分的零售加出口商的商品，所以私人的零售业上大的挑战是安怎在政府有条件的开放下创造经济。Cuba is a socialist country. The fundamental ideology of the country has not changed. That's still there. But I think Cuba finds itself in a very tough economic moment, and I think that has opened a door for opening up a little bit of the space. 专家讲，古巴一边配给予每一个家庭维持15天的基本需求，包括米、糖、鸡卵，也其他食的物件转用其他方式来买。开放杂货仔店买卖，虽然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讲是真大的突破，不过这项政策的内容也是有真侪控制性，所以认为就算是开放杂货仔店，政府依然无理解到经济危机的严重性。公司新闻沈乐培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美国职业美式卡球联盟超级杯的冠军堪萨斯市首长举办疯狂的庆祝游行，所传出性案，造成1个人死亡，14个人重伤。警方表示，因有抓到2个武装分子，若因犯案的动机搁在厘清。继续关心，南韩外交部宣布讲，因要和古巴恢复邦交。南韩和古巴伫1949年有建立外交关系，也毋过伫1959年就撤啊。古巴伫1960年有和北韩建交。根据韩联社报道，古巴和共产主义的北韩是互相承认因是兄弟国家。来关心德国、英国这欧洲国家，拢要警示讲中国有咧进行间谍活动。即马挪威嘛警告讲，中国的间谍是散伫欧洲各地，这是对欧洲造成威胁。
镜头个等下咱过来关心咱立法院20要开机，因为过年前大肠的肉品疑似验出3肉精，国民党团即马就要求17个时，因要先邀请行政院长陈建仁做专案报告，明仔会先做调研协商，不过目前民进党团并无同意。大肠督办伫旧历过年进行验出3肉精的风波，立法院20开议，国民党团提出邀请行政院长陈建仁17先来立法院做实案的专案报告，并且发文要求16做调研协商。不过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明讲，国民党团唔捌定数，协商可能会破局。这样的一个专案报告无可厚非，而且呢，这个时间本来就已经是年假，已经开工了。那请问一下，民进党在反对什么？难道他们觉得他们还应该再继续休假吗？重点不是院长来报告，或院长不来报告，包括地方政府在食安的团员上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应该一并来说明。国民党团首席副书记长林书颖表示讲，行政院长陈建仁敢会当上台做施政报告，爱看协商结论，恐惊是立法院新会期的头一件。另外，开议了的头一个人事案是 NCC 委员的人事动议案。根据了解，总统当选人赖清德和总统蔡英文会伫过年了展开沟通，希望新人选会当互调解对立的气氛较袂遐紧张。互清德会当高票当选第10任的总统，互张家彬、支富贵会当进入立法院，继续为台湾为民党来打拼。赖清德找5来民党参香。分福地，伊讲未来会和地方的县市首长、立委者友伴无分党派，共同推动各项建设。赖清德承认了行政院长的人选受到各界关心。另外，立委表示讲，爱有沟通能力，是毋是民进党籍并无重要。记者综合报道。有民众去台南一间连锁本土羊肉店开150块买中昼顿，也毋过伊发现讲内底羊肉才一点点仔尔，无几块。民众伊感觉伤咸真离谱，就打起网络批评。对此呢，业者是表示讲，咱国产的温体羊肉量较少，所以成本就价较贵。来到台南一透早食一碗烧火火的羊肉汤，互身体拢烧起来。也毋过最近网络顶头就有民众刊文，讲过年期间来到台南一间连锁的国产羊肉店食羊肉，开150块买中昼顿，等伊厝里拍开，煞看到几片肉尔，互人感觉受到欺骗。你本身伊这个现老啊，伊这个现大的啊，甲一般冷冻的无共款，伤贵咯，莫伤接食，咁对。价小你嘛感觉拢 OK 嘛吼？还可以啊，啦啊，就做生意的趁唔食米啦，价较济啊。实际来到这间店，头家先提出药物残留的检测认证，佮提出市场平均的价销。国产的温体羊肉原本量就较少，1公斤爱430块，佮加上人事成本，价销本地个会较贵。羊肉若炒过，看起来嘛较无遐饱甜。业者强调，并无欺骗民众。国产羊肉只有市占率10%而已，所以量少价高。爱北台哦，你抬缸哦，有些人吃到的是混杂。其他的肉品在里面都吃不出来的啊，对不对？所以你刚刚讲要单以价格。面对网络的刊文，业者表示实在拢是做良心的，介绍也拢写甲清清楚楚，民众会当自由选择。也毋过一份炒羊肉闹出遮尔大的争议，业者恐惊嘛料想袂到。记者综合报道。这段时间呢，高雄黄色阿米亚是真抢，昨昏是西洋的情人节，嘛举办特别活动。两只阿米亚伫爱河湾看起来人亲像咧烧金，嘛咧谈恋爱。也若伫家己受元老标举办联谊活动，但手球希望会当看出好姻缘。两只阿米亚愈想愈活，游客直直咧看休，新正初五是年假的最后一天。真侪民众把握最后机会，来到高雄旅游中心真爱码头来看两只阿米亚。根据观光局统计，看阿米亚人到初五已经超过550万人次。知道是什么样的活动？就是2只鸭子会就是相亲这样。其实热闹程度差蛮多的，规模其实也差很多。对啊，之前就感觉只是一只小鸭在那边，什么东西都没有。拄当10是情人节，高雄嘛全球第一。伫即届展览，互其中一只阿米亚中昼按旅运中心出发，西港湾一人，再搁转来爱河湾，和另外一只阿米亚见面，互两只阿米亚耍为 kiss 合体做伙。毋过过情人节对象真重要。嘉义大福园乡月老庙初五的抛手球活动，有500个单身男女参加。抛绣球的差不多20对有这成就感跟成就感，让他们在
陆陆续续在办，那么更多人参与。我妈的心愿，她帮我报名的。那人跟人之间就是缘分嘛，那既然抛到了，就好好认识一下。大家的查甫人是手举悬悬，等要抢绣球，现场是热烈滚滚。参加的民众拢希望会当找到好对象，主办单位嘛希望透过一寡活动，或者单身的男女会当互相熟悉，找到好对象，伫情人节促成好姻缘。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科技真厉害，这是高雄寿山动物园创下全台湾头一个推出实体 AR 模拟翕相的体验。只要有动物园的 APP， 就会当甲7种动物同齐翕相，动物会出现伫你手机的荧幕顶悬。另外，为着要避免民众伫动物园内底找无路，也是有紧急的需求 ，APP 嘛有新增加一寡导览功能，互民众伫踅动物园的时会当更加利便。你不要太，停，再过来一点点，有点选软体当中的 AR 大明星合影，亲像真人版的台湾乌熊水豚君出现伫手机悬顶，互游客会当来合影。也亲像宝可梦游戏 AR 的景，嘛互游客讲真正特别。我觉得说，通常可能比较有趣味吧，因为不然通常如果直接逛的话，可能万一动物都在睡觉的话，其实没有什么好玩的。然后就增加一些乐趣啊，这样子。这款是高雄寿山动物园甲电脑公司共同设出的手机软体，游客会当免费抓落来，有娱乐功能，嘛有导览地图，随机点选想要去的所在，会当像手机导览共款，带游客去，唔免像过去，就要靠地图还是指标来认，看唔到方向就要踅路。说园区这么大，如果没有导览，可能人走也不好逛吧。有这个应该会比较好理解，跟想要去找的地方比较不会绕那么多路而已。另外一个创新的设施，就是这个 Help 救援起立。回寿山动物园你好。过去拄着紧急状况，民众拢爱到电梯来市紧急通话铃，也是找服务台现场工作人员协助。园方烦恼紧急状况袂当浪费时间，甲这个市里直接设定伫软体园区导览的界面，有状况点入去，就会当卡通服务专线。借由这个 Help， 然后直接来跟我们的服务中心人员来做个联络。那此外，可能也是遇到一些比较可能突发状况，可能是他不小心跌倒啊或受伤，那可能四周刚好又没有我们的同仁可以来协助的时候，也可以借由这个功能，那及时找到服务人员，然后我们来适当的给予协助。寿山动物园表示，救援市里会当改善以往990分布地点较远的状况，游客观赏的路线、停看的时间等等的消息，嘛会传去网络的资料库，互园方透过大数据来分析，归纳着游客较介意，还佫有需求，会当当作是因未来营运改善的参考。记者王刘婷、陈hen坤个报道。高龄化社会需要长照的服务，也若动物食老嘛需要长照。新北市的动保处有设备的动物之家，其中中和所就专门提供长照服务，针对失灵、失明、甲失智的猫仔狗仔，照顾因到老。将食物挖除了后，放入江塘，一撮七水进入嘴内，可适时的补充水分。伊是16岁女女，因为得到失智症，为原本的徛袂稳，到即马只会当尻川无法度家己食物件，全靠动保员逐工的用心照顾。就是他如果躺着的时候，我们会帮他，就是手啊、脚啊稍微动一下。每天是要帮他挤尿。这位动保员吴万宏提大大细细水管材料，当咧打造一台水管轮椅，要来帮助后脚退化的动物会当自在耍叮当。新北市动保处伫全市设有8个动物之家，其中中和所专供长照，有200多只猫仔狗仔，有15只狗仔，一只猫仔进入长照阶段，像这只柯基犬，后脚萎缩，只会当靠特制轮椅来行动。另外一只体型较瘦的乌狗，因为失明，伫阿妈棍抗风浪的破林，那这只虎斑猫也伫特制轮椅自在伫猫舍耍叮当。一般的动物跟需要长照的动物其实很大的区别就是它的活动力其实会下降。我觉得比较难照顾的大部分就是后躯瘫痪或者是卧床的动物，需要帮它翻身啊，或者是让它起来，至少坐轮椅稍微活动一下。黄继定表示，年长的动物其实甲年老的中只共款破病无爽快，脾气会变差。也毋过因为工作人员甲就包陪伴之间的能力有限，就算用真侪心思包容，有时阵照顾也是真歹做到100%吧。有办法做到的部分，其实我们会尽力去做。需要进一步做到医疗打点滴或者是插鼻胃管那些，我们会后送到动保处去做进一步的医疗。
营养通报高龄化趋势，新北动保处会规划伫三峡区白鸡山兴办设立通报健康复合分区，希望中央会当早日同意设立，满足通报长照甲医疗需求。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咱台湾伫每年就进入超高龄的社会，变啊，护士大愈活愈空间是正重要议题。伫台北的内湖，就有一个幼教老师特别开社会人的幼教班，伫强化老大人的心脏甲肺部的功能，还有肌耐力。因为这个幼教班，这学员平均的年岁拢已经超过1甲子，因身体软 Q 的程度是比少年家更较软 Q。其中上侪岁学员已经83岁。肩膀上提膝，下吐啊。对老师的口令配合喘气，将全身筋膜展开。这是台北市内湖的瑜伽教室。这学生平均年岁超过60岁，不过身体柔软度一点仔拢无适合少年人。年纪大了，孩子们都大了，那我就是找一个自己喜欢的运动，因为我喜欢舞蹈跟瑜伽。有些人听了瑜伽觉得哇那好难，其实不是。结果我做了以后，我现在前后大概10年了有了，我就觉得很明显的我的脊椎有矫正过来。收回膝弯蹲。课程上课老师就是以金珠老师有将近20年的教学经验，因为观察真侪老大人拢有筋骨酸痛的困扰，所以伊伫课程当中特别融入中医的经络保养。根据24节气无同款变化，随时调整动作，强化老大人心肺功能加筋耐力。瑜伽不是只有年轻人才能做，透过我们的动作，然后透过呼吸来帮助我们动作来调整体态，来帮助我们的筋肉皮脉，好，包括血液循环，促进它血液循环好，把身体该排毒就排掉。伊表示，瑜伽是一种心性灵练习，注重迄时阵动作喘气加身体感受。真侪动作需要大量训练，应改善身体柔软度加平衡感，加适合老大人。左脚出去。身体在卷，漂亮。瑜伽让我觉得说，不只是肢体的舒缓，那种身心都有。他们就讲这句话，谢谢你帮助我们把健康找回来了。我们就从春天动到春夏秋冬，动到冬天就对了，我们又赚回到1年。所以这句话我也要送给大家。老师强调，做瑜伽上重要就是莫紧张，莫甲别人比较，也莫勉强，练习甲家己身体对话。尤其超高龄社会推广老大人的运动，不只能改善个人体能，也能减少老化的程度，让老大人活到老，身心拢健康。记者综合报道。若讲到车手，一般拢是车回率较济。不过即马有一个艺术家，伊是甲咱台湾在地食面，亲像是粉圆内底、卤肉饭、鸡排这物件，车做艺术品。伫过年时啊，围炉食的澎湃料理，嘛是伊创作灵感的来源。菜来咯，酸辣甲乌鱼子、黄金腿裤，也个不跳墙，甲代表年年有春的吹石板。这过年围炉的好料的，互人看了到地真想要食。不过这一盘一盘的美食，其实是一件一件车手的作品。会有一些祝福或吉祥的话是暗藏在里面的。然后我就觉得，我应该可以这样子为他做一整个系列，就是上菜的感觉。这作品全部来自台湾这位车手的插画家陈秀平。伊原本是一位平民的设计师，伊直到拄到一场车祸意外，才互伊行上这个车手的人生。那时候我必须要休养一段时间，那段时间里面我就想说，反正也不太能动，所以我就是一直在刺绣，然后之后就接到朋友委托，就是定制，我想说，好像可以把这个当成一份工作。全部上网络，家己学，家己看，伊对一针一线内底来研究车手技法，经由无同设计的绣线变换，也互原本减速柜内底高赞塔慢慢一球一球成型。光看无明显，也毋过有远一直看，却是让感觉敢若有芳味出来咯。线材是有限的，它没有办法那么像画笔一样，就是颜料一样是可以调和的。所以怎么样能够让它呈现出它的食材的质感、油的光泽感，要去钻研的地方。
像台湾小食内底，定来看到卤肉饭、鸡排，甚至是用人参底的这个小笼包，也有珍珠奶茶，无论对色地甲看起来，拢敢若真的同款。在刺绣的部分，跟台湾相关的吃的部分比较少，他们能够借由对刺绣有兴趣，然后看到台湾的小吃。除了小食系列，是毋是代表饮料、鲜草味加甜甜芦笋汁，也是乖乖饼加香味鲜，拢真侪刺绣材料。希望经过作品，互更加侪人来熟悉刺绣甲台湾。记者综合报道。野那菜粿是大家拢真熟悉的菜色，除了会使摕来食，变干了后，甲拍好打，佫会当摕来做菜粿布。伫家己中部，就有一个艺术家，伊是用菜粿布来创作，会当做动物、做龙，也是做心灵，遮伊拢做会出来。用家刀甲已经拍打的菜粿夹好开，甲内底菜粿芯摕出来了后，再搁用膏仔来黏你爱的形体，哪夹哪黏哪倒。菜粿布毋但会当摕来洗碗，搁会当做一尊观音。较早看妈妈因拢是摕来洗碗池，啊，毋过即摆会使做成安尼，我感觉足特别。像这个帽子，我会经足薄的迄种菜粿布，较有法度甲伊做出伊即种轻飘飘的感觉。大概才要用了10条的菜粿布，才甲伊塑形起来。除了形象的作品以外，陈小美做上侪就是动物的作品，有古锥的鸟头鸟、兔仔，嘛有代表好几条的鸡仔甲龙。老师讲用菜粿布做一尾龙，上困难的就是龙头的部分，内底一寡较幼弱的所在，需要时间嘛爱专心，才有法度做出来。咱做一个物件，做甲互人感觉是一个足活的物件，啊，搁像观音嘛，做甲互你的感觉就是做甲足庄严的，就是他真的静下心才做过这东西，做得那么好。伊这个嘴的表情真上歹做啦，这个上歹做，吼，也是伊的这个角遮嘛足歹捏的啦，足歹捏，因为伊足幼的。伊会当加一个足平凡的东西，啊，甲伊变甲足无共款、足精致的物件出来。陈小美讲，10外当前配合农会推广接续菜粿布的创作，迄当阵因为要做互囡仔耍，才豆豆培养出兴趣。虽然即马已经无啥人咧做。伊也是豆豆来创作甲推广，希望互这个在地特产延伸出来，技艺会当继续保留落来。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伫这个世界，有超过8成的芳类拢是高卡芳，因参济民众熟悉芳是无啥共。这芳拢是独立生活，伫大自然当中，真侪花草拢是靠高卡芳浪花来生团。伫菜园内底，高卡芳嘛会食菜虫，所以对自然环境来讲是真重要的芳仔类。即马就有一阵少年家要帮助高卡芳伫都市内底嘛当活落来，所以替因去旅馆嘛咧推广高卡芳的知识。有人无？学生个芳寿提出来看，讲敢有芳带入去，感情即个医疗就是高卡芳旅馆。无毋对，这就是专门去互芳带，但是一般咱看到芳会是虾米反应呢？你会惊伊无？会啥哪？我也甲我讲。伫台北公馆国小起做高卡芳旅馆的城市杭州工作室表示，毋是所有的芳拢一歹，而且全世界有8成的芳和咱一般所知的规定生活的蜜芳无共，高卡芳拢是单独生活。大多数的食物嘛拢是靠因炭粉。团队伫咧学校推广高卡芳旅馆，嘛甲芳的知识教互学生。以台湾来讲，应该超过8成以上拢是高卡芳。啊，咱平常时大部分人较知影迄蜜芳啊，甲虎头芳，其实真正足少，可能无到20种。这芳其实是足重要，佫会当做这台湾本土的食物的拓粉。上平硕老师的课，我觉得很有趣，因为我们可以做独居蜂旅馆，然后让独居蜂妈妈在里面生小宝宝。都市内的自然环境愈来愈少，侪所在拢会用杀虫剂，互高卡芳的生存受威胁，大多数食物探种嘛会出问题。团队认为，利用学校的绿地来做保育和教育是上紧的。其中一位长期关注生态议题家长是出国讲台语的创办人，伊正肯定团队的做法，嘛参与课程做伙合作。因为做这代志，咱若是按小朋友去甲因讲，去甲因教，因做这物件会当吸收足紧的。啊，若是正确的物件，因吸收入去，因就可以当传互其他的家长，传互阿公阿嬷。就是这件代志咧运作起来，会比咱直接去甲大人
教更较紧。城市杭州工作室表示，因伫咧全台湾设超过2000个高卡芳旅馆，就是希望大众同齐来关心高卡芳的生存议题，嘛来关注绿化、环境拥有等等的都市生态。记者卢昌如、郑俊佑台北报道。创标各大已经有355档历史的国定古迹，台湾府成风标。今年有办会顶的活动，庙方头家以成风爷算人善恶的工具算盘，设计一座算盘会顶，嘛请民众来认捌成风爷的文化。一粒粒红色的花顶，不加水个大斑，庙埕规大片的顶海，城人注目。详细看花顶的顶环，有坑人做善事的画记。这是有355档久的台湾府成风庙办的顶花活动。庙方发挥创意，摕庙内镇店七宝的大算盘的造型来设计花顶。庙方指出，大算盘是成风爷咧算人善恶的工具，应用轻松的方式，要通互人来认捌成风爷的文化。就是说劝人向善。一生就是尽量做善事，那你做坏事，当然逃不过城隍爷的算盘，他一算加减减一算，那你大概善恶功过就出来了。对咱台湾的这个文化的发扬真有足大的帮助，希望讲会当去扩大，会当去继续。看顶个无够开，特别的是庙方甲平常时收藏伫文物馆，有300多公斤的大算盘，展互大家看，兼开放互人帮求平安。另外，金龙年新正年头，庙方嘛做一面双人圣龛，佮穿金色的鳞片大纸，互民众写名打起的记号。庙方讲大龙年得金银，有祈求富贵顺遂、赚大钱的意涵。贴这个金色的那个金币的东西，然后来圆一个梦。庙里有2只古文物的迄个铃咱家己画落来离现场互开放民众来戴伊的鳞片咱铃头咱搁话做好铺起来。象征龙出头啦！府成风庙的花顶登记到3月初10，庙方头一摆用上百粒算盘的珠顶来点化人心，因最后要传达慈善孝福的理念，这嘛呈现无共文化的传承方式。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嘛是咧台南有300年历史的台南万里万年殿，最近为着要请少年家来认捌这信仰的文化，用贴插角啊设计一只缩小版的王船。这个文创商品一推出，就真抢市。这个重返古意古典的王船已经有300年历史。即马这古船也加做台南南区万里万年殿推出的王船插贴的范本。这个王船插贴啊，唔那外形、色水拢同款，就连小所在亲像船艇、扛线器，甚至是成就，拢做甲是真有路。这个模型消息一出来，也请大家来抢买。这个是这里只有它有的，就是这个庙专属的，觉得很特别，所以独家想要拥有。我们湾里人的话，对于翁爷公都算可以算是还蛮注重的啊。对于神明的距离感的话，感觉比较遥远。可是积木跟我们很接近，对，比较通俗、比较浅显易懂的方式传播这个文化。在咱南区万里万年殿，主要是拜业主李三府千岁，即马放2只古王船，加做万里社区宗教文化信仰中心。每12年办一摆5条王舟，各是以无烧王船、王舟出名，也加做在地特色。庙方为钦少年族群，特别委托厂商规模制作。本地是700几地啦，每手增加到900几地。阮有哪想讲，会当用这个乐高王船，有哪推出讲阮万年殿，阮的特色就是伫个阮的王船。庙方强调，王船插贴啊是用真正比例来做的，船身甲配件每一个细节拢兼顾，互大家伫到插贴的时阵，严欣赏古王船之美甲传统宗教文化，是真适合收藏文创商品。推出以来，真侪人来问，销路也袂歹。记者综合报道。伫新北市瑞丰的高东啊，这个所在因为有真侪鸟啊，所以是喜欢鸟啊的人真喜欢去的所在。其实高东啊，过去是咱台湾真重要的探坑。今年日本全国煤矿博物馆的研讨会头届要伫咱台湾举办，学者嘛认为讲，高东啊是亚洲保存甲真完整的探坑文化的所在，希望各界嘛爱重视这个文化资产。
加州新北市水丰会水沙本炭炭坑，老炭坑提起窟仔喜欢迄个时阵炭场员工是安怎用讲的声音来判断岩盘是不是稳固。这个坑每天产1000多吨的煤，1000多吨的煤，它同时下坑的工人将近有1000多个工人在坑里面工作。高雄也是台湾少数也阁留真济炭坑产业历史遗迹的所在。今年日本全国煤炭博物馆研讨会第一摆伫台湾举办，高雄的炭坑文史馆是因参访的重点之一。那上面这一张图是瑞山煤矿的整个图。好，那我们从这里开始，最远到石灰瀑布去。这个全长大概6公里。高雄炭坑文史馆成立伫2019年，过来老炭工家己出钱向水产炭业来做场地，免费为大家导览解说。学者指出，亲像安尼博物馆，伫日本甚至亚洲拢真少看到。生きた歴史を保存するような場所は日本の中でもなかなかない。つまり炭鉱マンが自分たちの努力で自分たちの歴史を展示しているという場所は日本ではもう見つかりません。不过最近水产炭业表示，今年6月底租约到期了后，无要继续租，老炭坑正烦恼文史馆的未来。那文史馆对台湾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馆舍嘛，虽然是很小，但是对台湾是非常重要的。说起来，这么重要的历史故事，怎么可以让它消失掉？文化部咧甲各部会研究，要安怎提供协助，目前也无具体结果。陶炭产业是台湾经济发展史、劳动史的重要一部分，相关文化资产的保存需要各界继续关心。记者综合报道。关心文化嘛，爱关心环境。为着要减少环境内底粪扫和废弃物会当有新的用途，伫高雄即马就创作者摕回收的茶甲铁这物件来做材料，重新来打造新的家具，或者废料有新的生命。另外，伫高雄的中山大学内底嘛有头一间伫学校内底无包装的商店，希望大家会当对源头开始减少粪扫。将旧车对货车顶悬搬落，准备甲废物料结合做成椅仔。货架摆满对邮局回收回来拖顶材料。木料伫台湾毋是回收物，但多数互单调的木造家具，往往只是风格较过时，毋是袂使使用。互设计出新的杨大讲感觉真可惜。我们其实不会特别去强调说我们用的材料是旧的，我们只是告诉他们我们用适合的材料。那很多东西其实我们都知道说它并没有坏，它只是被弃置。破旧的木造桶仔、玻璃切落，会使装起其他橱桶，将类型大细的回收物料分类整理了后，除了互消费者会使对内底拣想要使用的材料，嘛互回收物料再制的家具有量产的可能性。很经常使用站板这个元素，那常常会剩下站板中间这个叫角力，又粗又硬，然后很难切，然后又很难整平。那常常这样下来，我们就是工厂会剩很多这个材料，那我们就想说怎么去把它做再利用。站板割了用牙条甲钢串联固定做成椅仔，会使省掉回收物料处理的时间甲成本，互物料新的生命。但减少废弃物除了后段的回收再利用，嘛有人对源头开始关心这个海洋垃圾的议题，然后自己也开始做一些减塑的行动。然后自己开始做之后，就发现，其实慢慢的可以影响到身边的人。摕出自备的鸭肉酱饼装入去了后，结束一桶一桶的洗三种，想要买偌济就倒偌济。全台第一间开伫大学内底的无包装商店，好奇的学生入来探路，发现减塑并无想的困难。免费的二手容器，就我第一次没带还可以接触，我觉得还蛮友善的。接下来进入宿舍区域的话，那让同学就在日常的生活中养成习惯。青仔四公等商品无包装直接放的，无包装会使减少塑胶的使用。运动理念的人客自发性摕鸭肉来消费，校方嘛希望透过无包装商店，将减塑的概念推广到全校，互永续对学校的环境开始。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即马环保意识也悬，减少使用塑胶已经是全世界的共识。亲像伫法国对元旦开始就禁止大部分的菜色用一改性的塑胶包装。另外，伫澳洲，因是有推动一项回收超级市场内底软塑胶料包装的计划。本意是袂歹，不过尾仔呢是宣告讲推动失败，了后就无阁提出替代方案，这是引起当地环保人士的批评。
澳洲雪梨麦伦德先生收集出来的所有塑胶袋包装相当的回收机制 ，Recycle 第年外以前就停落来，民众只好将塑胶袋到一般的垃圾平掉，以有源继续收集，搁放伫地下小仓库，担心的回收机制上路。However long it takes, and let's hope it's sooner rather than later, I will make sure that every piece of plastic that I use does not go into landfill. Recycle 原本是一个由当地几个大型超市合作回收所冷销塑胶袋包装的计划，要将因成做点仔介添加剂甲粘合剂，不过因为需求不够，当局发现回收的差不多拢放伫个仓库内底，计划宣告失败停落来，只剩小型业者咧做小规模的回收，计划失败，立即上万吨的塑胶袋也搁放伫各地仓库。新的塑胶包装依然一直制造甲使用，澳洲人每年消耗差不多700亿的塑胶袋，其中超过100万吨，最后进入掩埋场。澳洲政府提出联邦包装法案，要让企业对家己卖包装负责，被批评是未付解决。New, strong government regulation to make industry do the proper thing and get this plastic out of the environment. 法国打击塑胶制品的政策是政府内阁强化，去年元旦开始，餐厅禁止使用100度瓶条的餐具。今年元旦阁进一步，超市无论塑胶包包、塑胶网袋，或者是塑胶袋啊，规组或者水果菜色看起来美观、挂起来方便。用过度瓶条的包装，元旦开始拢免继续用，安若无会罚相关45000澳元。On part en guerre contre le plastique, autant le faire dans tous les détails, quoi. On voit des fois des oranges sous plastique, c'est un peu ridicule. 过去法国有1/3的食物是用塑料包装来卖，大部分业者也来烦恼替代方案，因为其他包装材质唔是无透明，就是无法度防水防弹，计销也悬。元旦上路新法有29项暂时例外产品，包含菇类、莓果类、蔬菜类、沙拉者的钙地害或者是受污染的食品，加1.5公斤以上的大包装。专业者叫可连天，环保人士依然认为不够。自2004年全面禁止100用的塑胶包装的卡布上过班，应该连做阿妈这物件，被设计做随用随片的包装，拢全部爱废除。公司新闻是会中朋友。天气报道在同齐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3度，上悬28度。中部的温度上低是12度，上悬28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5度，上悬29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5度，上悬26度。外岛的温度11度至24度。当再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